星做基礎研究嘅呢，並唔係很多。做輻射同原子方面研究嘅呢，很難少。乜嘅原因呢？你要有物理嘅背景，物理講老實話呢，唔係很神奇。故所大家也唔係很願意來投入，那一點也係很困難。彭文晏是其在民國76年底美國轉來，在中研院推動台灣癌症醫療制度的建立，尤其係內科腫瘤醫生的訓練。當時佢哋推動的計劃係第3間醫學中心輪流上課，接定佢推動外科腫瘤和個腹癌腫瘤的訓練。佢帶來了嘅國外癌症治療新嘅觀念，有老嘅人脈全部引進台灣。然後教導所有嘅醫師，有本所有嘅醫師有機會坐在座向下分享佢哋嘅治療經驗，結合所有醫師嘅力量，結合醫界所有人嘅智慧，推廣新嘅治療理念，本應嘅癌醫界發展到更好。我轉來以後，我到人人會做委員，佢哋開會都會請我去。最低的我對佢哋在醫學領域，特別係醫療輻射量測應該有動態嘅幫忙。最近也20年，台灣在輻射治療領域粒子治療發展，包含質子治療、重粒子治療、核中子部位治療，得到實質標準嘅討論。彭文晏也提供管制單位正確嘅觀念。到臨床一方面，一定要有嘅要求，達到一個相關嘅評分。佢所接觸嘅人係來自各大醫院嘅醫師，佢哋合作的合作，我有思想，佢係樣板做到嘅，呢個部分係我最佩服嘅地方。我相信呢就係新嘅力量，先有可能做到嘅事情。呢下我想。大家都有意識到，性係當上忙嘅，但是佢有時間愛照顧家庭，當多時間冇辦法像男性咁樣奉獻很多。但是我想時代也會改變，就係講大家做得當公平，家庭本來就係男女共有，當然你愛出版。我就愛多負擔，就係互相體諒，也愛花時間。在一般性科研醫學研究嘅學者，包含彭文晏，佢哋就有一個共同嘅信念，也就係講，冇乜嘅因為係性，佢做得做特殊嘅要求，佢哋可以出自家嘅智慧。用心、上心、努力去做出呢個成果，也受到大家肯定。假使講有事嘅話，係咪其從性嘅觀點看，下細心用心，也係性嘅優勢。你性同男性係有共用嘅能力，我一直係知道，我嘅能力好，我應該拿到位嘅，唔係因為我係性，爭氣頭嘅隻位嘅。你要比佢行那好嘅話呢，你一定要重視你自家，一定要努力，所有嘅知識都會吸收，將你變做真正係一定好嘅。故所我想時代在改變，我希望你性，大家自家愛打拼，來拿到你做得做到呢個位嘅項。